各位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喺資訊治理同合規管理上非常重要嘅解決方案 ——Arctera Enterprise Vault。Arctera 係一間專注於 AI 驅動嘅企業資訊治理同合規管理嘅全球領先企業。今日我就會簡單介紹 Enterprise Vault，同講解點解企業需要佢。首先講講現代企業面臨嘅5個重大挑戰。第一，數據爆炸增長，每日大量 email、檔案、通訊內容累積，企業嘅存儲成本不斷攀升，只係存儲費用就成為咗一筆龐大開支。第二，監管合規壓力，喺香港，金融管理局、證監會等監管機構有非常嚴格嘅規定，如果違規嘅話，罰款額度可以達到百萬級別，對企業影響好大。第三，數據安全風險，好多舊嘅 PST 檔案散佈喺各處，容易遺失或者被盜竊，而且難以追蹤。呢啲風險係企業必須正視。第四，訴訟準備困難，面對法律訴訟時，要快速定位同提取相關數據證據，非常費時費力。最後，通訊監督不足，企業難以有效監察員工嘅電子通訊內容，防範不當行為同內部風險。我簡單講講 Enterprise Vault 嘅技術架構，咁大家就會更加了解個系統點樣運作。如圖所示， Enterprise Vault 採用多層次整合架構，左邊係數據源頭，包括 Office 365、Exchange、HCL Terminal、SharePoint、Slack、Bloomberg 等各種通訊同協作工具以及文件系統。中間核心係 Enterprise Vault Server， 呢個係整個系統嘅心臟，佢負責一、從各個數據源捕獲同索引內容；二、執行自動分類同保留政策；三、進行安全加密存儲。右邊係靈活存儲選項，包括雲存儲 Amazon S3、Microsoft Azure、Google Cloud； 本地存儲 SAN、NFS、CIFS 等；防篡改存儲 Worm 用於合規要求；底部係 eDiscovery 同合規平台，用於快速搜索、審計同訴訟支持。呢個架構嘅好處就係靈活性高、可擴展性強、安全可靠。企業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選擇合適嘅部署方式。Enterprise Vault 點樣幫助企業解決呢啲問題呢？ Enterprise Vault 有幾個核心優勢。第一，統一歸檔，可以將電郵、檔案、通訊等超過120種不同嘅內容源集中管理喺一個儲存庫裏面。第二，智能分類，內置咗1100多個預先配置嘅分類模式同250多個合規政策，可以自動識別敏感數據，好似個人資訊、金融資訊等。第三，合規管理，支持 GDPR、CCPA、香港金管局等各種監管規範嘅要求。第四，安全保護，擁有 FIPS 142認證加密、防篡改存儲 Worm， 以及完整嘅審計追蹤。Enterprise Vault 嘅核心功能，我用4個要點嚟概括：分類、留存、監督、搜索。首先係分類 Classify， 可以自動標記內容，方便日後檢索，同時可以控制留存期限同存儲位置，移除不必要嘅內容，直接降低存儲成本。第二係留存 Retain， 根據法規要求自動設定留存期，到期自動刪除，咁樣可以減少訴訟風險同存儲負擔。第三係監督 Supervise， 可以監控員工嘅通訊內容，識別合規風險同違規行為，滿足監管機構嘅監察要求。最後係搜索同發現 Discover， 可以快速搜索所有歸檔嘅內容，快速應對訴訟同審計調查，有效降低電子訴訟成本。咁企業為點解一定要用 Enterprise Vault 呢？我舉5個主要原因。第一，降低成本，通過存儲優化、去重複化同自動刪除過期資料，可以節省50%以上嘅存儲成本。對於大型企業嚟講，呢個就係一筆相當可觀嘅節省。第二，確保合規，自動執行留存政策，避免監管罰款。大家都知道，
金管局或者證監會嘅罰款可以達到8萬港元級別，所以合規投資係非常值得嘅。第三，加快電子訴訟，智能搜索同分類功能可以將訴訟成本同時間減少70%以上。呢個對於經常面臨訴訟嘅金融機構同律師事務所嚟講特別重要。第四，增強安全，通過防散改存儲、完整審計同集中管理，可以防止數據泄露風險，保護企業同客戶嘅觸摸私隱。最後，風險管理，監督員工嘅通訊內容，及早發現不當行為，防範內部風險。對於合規要求高嘅行業，好似金融服務業嚟講，呢個係必須嘅。總結一下 ，Enterprise Vault 就係幫助企業實現現代資訊治理同高效合規管理嘅最佳選擇。無論貴公司現在面臨咩挑戰，係數據成本、合規壓力定係訴訟準備困難， Enterprise Vault 都有相應嘅功能同方案。Actera 作為 AI 驅動嘅資料合規解決方案領導者，已經被世界上最大最嚴格嘅金融機構同企業驗證同信任，係值得信賴嘅保證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或者想知道 Enterprise Vault 點樣應用喺你哋嘅企業環境，歡迎隨時同我哋 ACW Distribution 聯絡。多謝各位。